大家好，咁我見到個留言啦，佢就想學多啲乜嘢 second day play 啦，即係第二日交易，同埋點樣 trade 佢哋啦，點樣 look for 啲 entry 入場同埋出場嘅信號啦，同埋點樣決定一個係好嘅 second day play，點樣或者唔好啦，點樣去選股。OK，咁咧我自己開翻一個 app 俾大家。呢個係我 SMB Winning Trader Course 學到嘅 Second Day Play，可以俾大家參考下。Second Day Play 顧名思義咧，我哋係集中喺第二日交易。OK，咁首先有一個條件，如果假設 for long 先啦，陣間再講 for short。如果 for long 嘅話，我哋喺 Day One 嘅時候，即係第一日有新聞嘅時候，呢個 Day One 第一日最好係超級強。如果你要 for 第二日要 long 嘅話，最好超級強。咩叫超級強咧？係你一開波升到最尾收大陽燭，而佢個收咧一定要喺接近呢個高位嘅。即係我假設，如果呢度10蚊升到上去15蚊，假設啦，佢最好係收14個半去到14蚊啦。即係你唔可以收中間太低呢啲位置。OK，咁其實咧簡單啲嚟講，你可以想象為呢個係一個 multi-day time frame 嘅班師波。即係如果你想有一個譬如 day one，呢個係 day one。跟住咧，你想 day two 咧，其實係咁樣再突破呢個 day one high，玩一個 breakout long。如果係單 train 嘅話咧，你想要強勁嘅單 train，跟住咧呢條線係 day one 收市嘅時間點咯，你當你想咁樣收市嘅，跟住 day two 開波之後咧，都係少少橫行再逼單。你可以簡單啲去諗就係一個班師波嘅 concept。但係運用係一個2日嘅版本。咁當然啦，有啲叫做 day three play，即係3日啦，即係可能你1日。呢個係 day two，呢個 day one，呢個 day three。其實個原理差唔多，即係假設跌落嚟，跟住收呢度，跟住呢第二日咧橫行。咁其實佢只不過係超級大型嘅班師波，呢度就話再 break down。其實佢係 break down 呢個路，所以有陣時 day two play 唔一定要俾個名限死。有陣時如果你第二日都係接近個 day low 到附近橫行，咁咪第三日突破繼續留意識 alert 咯。但係成個 concept 係 exactly 等於班師波嘅 concept，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咁有啲咩係唔想見到咧？就係啱啱講個如果你理解到班師波最 perfect 嘅 case 就係 keep 住 lower high lower high lower high，然後反彈嘅幅度係唔強嘅。咁有啲咩唔想見到？就係譬如好似 A1 啦，你如果跌到咁多，你唔會想喺升翻一半上嚟收市咯。如果佢升咗上嚟一半收市嘅話咧，其實佢喺 Day Two 咧就未必會再暴跌，因為我想揾到一啲其實係收市喺 Day One 附近呢一個位置。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好多時一啲譬如唔係太大嘅公司，譬如中型或者細型嘅公司，可能平均成交量得你當假設啦，可能係得2 mil 嘅啫。假設1 mil 啦，1 mil 啦。咁如果呢啲大戶加埋想走嘅貨係去到20 mil 嘅，極端少少啦，誇張啲大家容易明。咁如果佢 day one 嘅成交量係得10 mil，如果平時嘅成交量1 mil，今日 in play 嘅好當炒嘅成交量有10 mil 啦，但係咧其實呢個大戶其實都未必走得晒佢想走嘅貨咯 day one，所以佢好 aggressive 地 sell。所以佢可以壓咗喺 day one 嘅 low 附近收市。咁如果佢 sell 唔晒的話咧，佢 day two 咧好有機會會再繼續 sell 過。好啦，咁如果呢一隻股票冇能力去反彈，我會預想個沽壓好大，有機會 day one sell 唔晒，所以佢 day two 要延續繼續 sell。咁調翻轉，如果 day one 係升翻上嚟咁多嘅，其實佢好有機會佢已經走咗晒咯，所以 day two 唔會延續咁樣再 sell 落嚟咯。咁所以呢啲就係少少嘅層面可以諗啦。咁譬如呢一個就係單槍啦，day one 跌好多，如果呢個接近 day low 收市啦。咁第一個 short 嗰個點咧，其實你可以利用一啲 two-day VWAP，即係 day one 嘅 VWAP 去作為一個阻力位，或者之前嘅 intraday 呢啲咁嘅阻力位，你可以做翻一個去 short 出嚟，或者你等佢班師波去翻上一嘅路嘅 breakdown，
short 可以兩個位置，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咁就係咁咯。你有唔明嘅再問啦。係。